希望以观修菩提心的这个心态，以菩提心来听闻这个教法。现在念诵的这一部分是以各种方式是为所依而观修无常。然后还是像之前所观想的祈请，上师加持自己，让自己的一切所有的思维都可以融入这个智慧的法教。然后是一切所见所闻。所见所闻都是这个诸佛菩萨和佛音。接下来这一部分是在讲思维死亡的方式而观修无常。然后这一部分是在讲这个在临终的时候，这个临终者对世间的贪念难以割舍，对财物的执着以及对亲友的感情。然后这部分在讲在临终弥留的时候，你无法饮食，就算能吃少许东西，也会也会心生恶心，想要呕吐，或者是喝一些水也会给卡在这个喉咙间。然后再讲这个在临终的时候，身体出现的各种衰败的现象。接下来讲的是，当你在临终的时候，两眼翻白，然后瞳孔睁大，这个时候你和这个世间已经是两个世界。然后当你临终已经断气以后，然后你的神识会随着自己前世所造的这个因缘，然后跟随自己的业果，然后在中阴流转。然后这一部分是在祈请上师加持，能升起悲心，能升起智慧。然后是第23，像之前所讲的这个死亡的这个方式，一一做以观想而去观修这个无常。
然后在这个昼夜都在这个定中坐中，不管是上座还是出定，都能去思维这个无常。接下来是讲的是这个轮回的这个因果的思维。然后再想这今生所造的一切业力临终以后都会随着自己如影随形，跟随着自己去往其他的世界。然后说这个因果它是无虚的，然后接下来讲的是这个共因所产生的这个因果，以及不共因不同的因所产生的这个因果。在讲的是在这个自己在今生如果没有制造任何善业，如果造作恶业的话，那么就会堕入三恶去遭受痛苦。就算你投身到这个善道，也会一直连续不断的去造作这个之前所继续造作这个恶业，然后让自己的恶业越来越重，最终就堕入三恶去。然后这一部分讲的是在讲这个口的这个四业。这一部分讲的是这个心之善业，总之在讲的这个是在讲十恶业。接下来念诵这一部分是在讲身的三业。在讲贪心、嗔心以及邪见。以及在区别这个心善行为却恶，或者是行为善心恶的这个区分。这一部分讲的是，如果积了善业的话，今生或投身到这个善道，然后投身人天阿修罗的果位。所以他的这个投身到这个善道的这个因是这个小士夫对这个三恶趣的痛苦畏惧，从而依靠这个畏惧之心去修持佛法，最终获得这个善道的果位。这一部分是在祈请上师加持，投身善道，然后加持自心去入正法。然后依靠这个对上师的信心和对众生的悲心，而去观修这个因果。第25，观修这个涅槃的因果。然后在思维对这个外道
思维，它有区分各个外道的这个因果。接下来是在讲这个梵净行的依靠梵净行从而皈依。然后这一部分讲的是依靠小乘声闻和声闻乘的这个修持，从而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断除这个烦恼，最终获得罗汉的果位。接下来讲的是这个独觉，依靠各自的断证修法，从而获得这个独觉果位。但是这两个果位属于小乘，他们并没有利益一切众生的大发心，所以他们暂时无能没有办法这个获得这个圆满佛的果位。那么接下来讲的是这个大乘的修行者，然后思维这个普天下的一切众生的这个恩德，从而心生这个报恩之念，然后希望自己能承办一切众生的事业，能将一切众生从轮回的苦海之中救度出来。然后进入这个大乘教法，并且以这个法布施和财布施而利益众生，并且守护这个菩萨戒，清净的守护这个菩萨戒。远离一切放逸和懒惰，从而精进修持，昼夜精进的去修持，心不落入放逸和散乱，口不乱说偈语，然后口中止语，然后身体或以这个打坐闭关修持，以这种3种方式来让自己的身口意得到提升。然后接下来再讲这个如金刚犹如金刚杵般的这个定。他讲这个进入大乘以后获得的这个果位，然后区分出这个三身果位，也就是法身、报身和化身。然后你在这个化身之中，它也区分出2种真实化身和利益的这种化身，区分出很多化身的方式。那么接下来讲的是这个要个人去思维自己该如何利用这个人生，然后去观修无常，从而思维这个因果，进入这个大乘的教法，利益一切众生。这一部分还是在这个七情上是加持，加持能摄受自己，能心生菩提，加持自己能获证佛果，加持自己能利益众生。
然后以这种悲心作为敦促，然后在最圣义之上去安住在圣义定之上。然后不落入这个轮回和涅槃的八边。这一部分以上所讲的，在这个是有10种不同的这个无常的观修。那么这10种不同的观修方式，如果一一看哪一种方式更适合自己，更容易升起这个无常，以各自的这个各自每天的这个生活，结合自己的日常生活而实践这个无常的观修非常重要。像之前我也讲过，所谓的这个死亡无常，它是一刹那一刹那就都会改变，这是一个定义。所以呢，依靠这个定义呢，我们不应该将这个仅有的一些时间浪费在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个事物或者是其他的事上，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心生贪念的这个时间。如果自己真的能确定自己的这个寿命，能确定自己这个时间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定一个日程表，说这段时间我要做这个事，然后接下来会做这个事，可以这样去布置自己的日程。但是这自己的生命呢，并不是我们所想的可以这样确定。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间，我们怎么又能以确定的心态去度过这一段时间呢？那么这就证明自己就将这个本来就不确定的这个事与物，把它视为是确定的话，那么只是一个迷惑，所以这没有任何的意义。对于去造作这样的无意义、没有任何成果的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承办。而且在生与死之间，生与死一直都在一起。
因为万法皆是无常的本性，都是变换的本性，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生命也是从刚出生，那也就具足这个改变和无常的本性，从出生就跟死亡就如影随形，因为当你出生的时候，不是说另外要安立一个死亡，因为一出生这个死亡就跟这个出生在一起。比方说我们所说的这个把两只手合在一起，然后如果倒上水的话，那么这个倒满满的水，我们如果不去好好的紧密的合上手指的话，就会从指缝之中漏掉这些水，然后可能就1-2秒钟就所有的水都会漏掉的。就算你倒多少的水，你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漏掉了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也就觉得，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死亡就马上就会靠近我们。所以呢，以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去思维这个死亡，还有就是对于真正的这个死亡，就是自己如果是死亡，当你在临终的时候，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当时的身体状况和心态，对于你现在就开始去训练，或者现在就开始去想象，让自己对临终的那个弥留的那个状态去熟悉，现在就试着去练习，我觉得这一部分也很重要。总之呢，最主要的就是之前我也讲过，总之我们这个人生，我们的一生，一方面它是非常尊贵的，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具足了暇满难得的人生宝。那么既然获得了这个人生宝的话，那么就算是每一秒都是非常珍贵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每一秒我们都有机会去修持这个正法，都可以让自己的人生具足实义。如果你漏掉或浪费每一秒每一分钟的话，那都是很大的损失。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对于这个暇满难得的人生宝，自己获得的这个人生宝，也希望能善加利用，让自己的这个人生宝去具足实义，将这个伟大的事业马上就让它步入正轨，然后马上就去实践行动，不要等到明天或后天。如果总是这样推到以后的话，那么真正的就是在浪费这个难得的人生，也是在浪费自己的这个珍贵的人生宝。所以呢，对这个死亡无常，我们也要时时刻刻让这个死亡无常的观点、死亡无常的见解来敦促自己，来激励自己，让自己能更快、更迅猛的去取入正法。这非常重要。对于这个死亡无常的修法的这个它的利用价值也就是这样。否则的话，仅是畏惧死亡的话，那没有任何的利益，只是害怕死亡，帮不了我们任何事情。那么接下来这部分，应该是这样吧。
那么，今天，这个第18届这个辩经法会，大家都能汇聚在这里，有这样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个缘起。那么既然有这个缘起，我们就要了解到我们聚集在这里的真实意义，也就是在讲修听闻佛法。那么就对于往昔传承祖师们的这个经典论释，以这个闻思修的方式，依靠这个闻思的这个智慧去修持，以这个修持方式，让这个经教的义理融入自己的心，然后对于这样的修持呢，如果这样我们去看过去的话，有时候我们应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真实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真正的目的是，也就是最究竟的这个果位，是什么？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忘掉什么才是真正的目标，究竟的目标，而把这些暂时的利益，而注重于一些暂时的利益，而荒废了这个，忘却了这个真实的这个目标。那么这样的话就很难，你的所修的法很难进入正法。那么像我们现在有这个摄类学、因类学、心类学的这个辩论，也有输赢，所以很多学生就把这个输赢看得很重，那么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所谓的这个输赢呢，大家都把这个输赢看成是最终的目标，就把注重在这上面，然后输赢的心态非常看得很重。虽然是这样，但是真正的这个目标最究竟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并不是现在这一点点仅有的这个输赢，而是说在你这个当你输赢的时候，你是怎么输的？然后这个各个导师们是怎样教导你？真正的这个见解是什么？该如何辩论？然后真正的这个目的是，将这些个各种的提问，比方说从最初我们出家，变成僧人，然后进入寺院，然后当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将这个问题，回到当初我们最初出家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出家？我们为什么会住在寺院？我们为什么要去修持这个经文？但是有的人呢，像藏地的话，很多喜马拉雅这个种族的人，他们在这个出家的时候，对。很少有人他自己有这个想要出家的这个心态，都是因为这个父母的因缘，然后父母将他送到寺院，然后希望他成为一位僧人，然后因为这样，然后他就出家变成了僧人。总之呢，像竹巴公列大师这样讲过，对于不能驱散鸟类的这种小孩呢，他是得不了这个沙弥戒的。所以如果你不懂得如何驱散这个鸟类的话，那么他是得不到这个沙弥戒的戒体。这主
断正的这个功德，他要懂得如何去修持。如果对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一个小孩，对一个3、4岁小孩的话，如果受益这个沙弥戒的话，那么就只是一个玩笑了，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比方说这个善知识和肯布这些跟他讲法的时候，他听得懂，要是一个听得懂的一个对这种一个人。像我们在获得这个真实的这个戒律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对于三恶趣或者对于轮回心生这个出离心的，要有一个真实不虚无有造作的这个出离心。那么如果提到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话，那么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得到这个沙弥戒因为他所说的心中一定要升起真实无为的这个出离心。所谓的真实无为的出离心，并不是一件易事。如果我们讲的太过如果太深入的话，因为很有可能就真正升起戒体的话，确实是很难。或者如果不能这样的话，那么最差也是在这个各位堪布和阿舍离近前，然后当堪布和这个阿舍离赐予戒体的时候，自己也要懂得明白这些戒体。所以呢，当现在我们在辩经的时候，在讲法的时候说是无常或者是万法是空什么什么，我们有这样辩论，但那真正的它的意义是我们每个学生应该将这个所有的一切辩论的这个含义都反观自心，看自己的自心有没有升起这个无常，看这个无常和这个无实，看这些的定义能不能在自心之中升起，并不是说只是动嘴皮子，或者是对。或者将这个辩论总是朝外去，想要让一个人输掉的这种输赢之心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文思修就会是一个障碍。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将这个，不管是在辩经也好，在听闻佛法以后，都要尽力让这些法教融入自心，然后让这些所听闻的法教、所修学的法教都能扭转自己这个顽固的心，让它变得平和。像这个身是无常，以因故，像这样所讲的话，比方说我是不是无常，因为我是物质，以这样的这个辩论的方式，去朝内去辩论、朝内去思维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这样去朝内去思维的话，那么那才真实具足了我们当初进入佛门，并且听闻佛法，才是真正的具足了实义。否则的话，所谓的这个法，所谓的这个听闻佛法或者是辩论辩经，这些都只会成为纸上谈兵。只是嘴上虽然能说很多很多，而且说的头头是道，但是在他的心中，他的心却是非常的顽固，每天都变得越来越顽固。对于这样一个顽固的心，很难让变得温顺，很难变得平和，总是越来越差。如果是这样没有任何利益的话，那么你就枉费了当初进入佛门的这个初心。所以呢，这次我们聚集在这个辩经法会，最终的目的、最究竟的目的呢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自己什么才是自己真实的心，而并不是说现在的这个输赢，知道这个输赢的分数或者考试，这些并不是最终的这个目的。这只是让我们能够提升辩才的灵力，升高我们的智慧，并不是这个最究竟的这个目的。但是
对于我们人类的话，它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对于最终的目的，我们总是把这个很多的方法视为是目标，就变成这个就变得迷惑。比方说钱的话，很多人都喜欢钱，所谓钱呢，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条件变好，可以让自己的财务变多，然后是一个工具，是一个方式，是一个方法。但是很多人的心中就把这个钱当作是最终的目的，就觉得是最终的一个果位一样，大家都这样看待这个钱，所以就想如果有钱的话，那么其他怎样都无所谓了，所以有这样一个贪执、贪心和执着。对于这个目的和这个方法而混乱，从而将对于这个钱的贪心而舍掉这个幸福，而舍掉这个家庭的和睦，然后如果出现这种状况的话，那就不太吉祥了。有的人觉得这个认为财死鸟为食亡，总觉得就算为了钱舍掉性命也可以，有时候把性命和钱都看钱比性命还看得重。那像现今的话，有苹果和平板手机，苹果公司出了很多的这个智能手机，而且非常的这个先进，非常的流行。每个人手里只要拿到苹果手机的话，那就觉得很了不起了，觉得很潇洒，很有风度。那么像以前有个地方，有个小孩，有个年轻的小孩，他为了得到这个平板电脑，然后他就把自己的肾卖掉了，他就卖了一个肾，因为我们有2个肾，然后他就把一个肾卖掉了。你想一想，对于你这个肾重要还是这个平板电脑重要呢？你们大家想一想。但是像现在这个各种的这个广告，各种的推销方式，现在是这个讯息的时代，因为这个讯息的迅猛的这个力量，然后让每个人都迷惑、困惑，然后就觉得这个很厉害、很了不起。然后如果自己没有得到这个的话，那么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就把这人都把人都快逼疯了。所以呢，对于这样的话，就觉得好像我们把这个最终的这个目的和方法弄混了，所以因此大家不要把方法和目的相互弄混。总之，我们在文思的时候，发心要非常清净，动机要非常清净。从最初我们文思，最初的文思的这个初心，最初的这个发心，最初的这个思维要没有任何错误。如果这个最初的发心没有错误的话，那么暂时的这个自己的辩才和提升，然后虽然有名的话，那就会进入正途。否则的话，如果动机都是错的话，之后即便自己有再高的智慧，也没有任何的利益。对于我们这个达波噶，总体来讲达波噶举，而且特别是这个噶玛冈仓噶举派，像往昔的话，在第7世噶玛巴屈昭家做的这个噶玛冈仓变得非常的文明，然后文明于是变得非常的兴盛。在第6世噶玛巴通阿顿顿的时期，滚谦荣敦第6世在滚谦荣敦的这个近前听闻了大伦的这个经文，然后这个他就对但是他没有对虽然有这样听闻过，但是他没有著作任何书籍。然后在第7世噶玛巴的时候，噶玛巴著作了这个适量论的这个书籍。
然后他并且创办这个佛学院，然后在各个佛学院安排设置这个文思的辩经的修持，然后在第8世、第9世就变得越来越兴盛，越来越昌盛。但是之后因为政治的因素又变得非常的衰败，然后这个讲修的这个传承也从而中断。因此呢，现在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讲修的这个经验传承，所以变得非常的稀有。像往昔的话，噶举派有很多的这个大论，但是现在也没有很多了。像现今仅有的这些经文的话，其他各个教派有这样讲，你们噶举派也有这个五部大论的这些释论啊，就好像觉得很不可思议一样，他们就会觉得噶举派也有这个大论的释论，所以就觉得很稀奇。然后虽然在以前往昔噶举派有这样的佛学院，就有这样的这个文思修持，但是现今呢，也只是成了一个记忆，也只是成了一个说法。像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看得见，也没办法摸得着。对于这个以前的历史的话，像之前我所讲过了，有很多修学辩经的佛学院，像图德尼仙林第6是个夏玛巴的这个出现的这个佛学院，以及伽马雄鹿林很多出现很多的这种佛学院，也出现过很多这个圣贤的这个正士和大德，特别是在荣勋斗基的时候，这个对于这个持实五论非常博学的这个大师，当时对于这个般若经，对于这个10万颂，也就是大般若经，也能背诵下来，并在这个法会上展示，然后也有很多这样的学士，所以听说也有5、6位这样的学士，可以背诵这个般若10万颂，所以有很多这样的闻名的学士，现在也只能说以前出现过这样的，现在很难这个就一下子就可以给你们看，可以在这里展现出来。但是像噶举派往昔这个传承祖师的时代，就有这样修学经论的这个传承，所以呢，对于现在特别是这个佛陀的教法，特别是像藏传佛教，慢慢进入这个衰败的这个时期的时候，那么对于这个无比的达波噶举在讲修术的这个传承之中，也在一个非常紧要的关头。因此呢，希望大家都不要失去信心，能追随这个噶举传承祖师们的这个功德，以及意念他们的行迹和传记，然后思维他们的恩德，然后意念他们的恩德，感恩他们，然后对于自己的这个文思的观修，以及六道的一切众生，为了报恩六道的一切众生，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文思，在这里文思的这些目的，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清净发心去文思，去辩论，去修学，以守护着这样的善心去文思修，我觉得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晚上
以前在从噶举拳法会的时候就有开始，在还没有进入深夜的时候，在10点左右的时候会念诵这个4座上师瑜伽。那么对于这个4座上师瑜伽呢，有的人可能会想，那只需要在这个拳法会才能念，因为在这个维诺斯在辩经的时候，维诺斯念一下，可能我们不需要这样去念，因为维诺斯在麦克风里面念就可以了。那么在帐篷里面住的这些僧人就不用，但是我还是希望在这个也希望跟着维诺斯一起念诵。如果是在这个辩经场地辩经的这些僧众呢，还继续辩经的这些僧人呢，那么他就还是继续他们的辩经，因为时间到了，还是有很多人在继续他们的辩经。那么那些没能辩经，然后回到帐篷里休息的人的话，在念诵这个4座上师瑜伽的时候，我也希望大家跟着维诺斯一起念诵，一起观修。像以前的话，这个纠察师他拿着一个木棍，拿着一个很大的木棍，然后这个纠察师带很多的人，然后就去巡视这个帐篷的周围。那么有的人不念诵这个做上师瑜伽的话，那么就会有惩罚。在噶玛恰麦有这样讲过，像以前噶钦大营地的时候，在这个念诵这个4座上师瑜伽的时候，边念诵4座上师瑜伽，然后纠察师就会铁棒喇嘛就会带着几个人来巡视，如果看到有的人睡觉没有念诵或者是打坐的话，那么就会受到惩罚。所以现在呢，没有任何人可以惩罚，没人会来惩罚，所以我还是希望纠察师去看一下，也能巡视一下。所以我觉得惩罚的话，自己惩罚自己可能会更好一些，否则的话让别人来惩罚自己的话，那么可能就意义也不大了。所以希望大家将这个4座上师瑜伽视之为重。为什么4座上师瑜伽这么重要呢？那么我在这里可能要稍作解释了。所谓的4座瑜伽，这藏族有句俗话，印度人一尊佛就可以了，但藏人100尊佛都不够，所以藏地有很多很多的本尊，每个上师在他们的境界之中有很多的这个本尊，并且有伏藏很多的法教，很多的本尊，所以太多的佛和本尊了，所以在观修的时候就也不知道究竟该修哪个，所以我们也求过很多的灌顶，然后对于这个我们求过这个3根本海的一切这个本尊的灌顶，如果真是要修持所有的这些本尊的这个修持的话，那是很困难的。并不是因为仅修本尊就可以，还有护法，还有很多的护法。那么每个护法，它还有它有时候我们求的这个护法的这个授权的这个口传的话，如果不去修持的话，又会受到这个惩罚，又会升起违缘。所以我们要修的本尊太多了，就算是每天一整天念诵，也很难念诵完这个本尊的这个念诵仪轨。像以前的话，那些老僧的话，他有很多的这个经文要念，所以他们几乎一天都在念诵经文，很厚的。但是现在我们呢，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我们又要去玩我们的手机，又要去玩微信，所以我们没有时间。那么呢，这一整天念诵经文呢是很困难的，所以呢，就算是念诵，也很难将心思落在经文上。总之呢，对自己的这个根本的最主要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本尊，然后将自己的这个心向于这个本尊而去修持这样一个本尊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在修持这个本尊的时候，如果以这个偏私的心态去修这个本尊的话，那就不行了。像如果我想提升智慧，那么我一定要观修这个文殊本尊，我要去观修本尊，因为其他的本尊可能对提升智慧没有太大的帮助，而把其他本尊扔在一旁，否则的话，像比方说我们说这个文殊菩萨他。我们应该去观想文殊菩萨，他是一切诸佛的总集，将他视为和诸佛菩萨无二无别，以这种方式去思维的话，那才是真正的修持。否则的话，如果以偏私心去修持的话，那就不行了。像以前我们在修皈依的时候，顶礼两足尊，顶礼诸佛，顶礼圆满佛，也就是我们说是皈依。顶礼一切诸佛，而并不说自宗或他宗，或者是哪一尊，或者只是释迦牟尼佛，并不是这样，而是说当时皈依佛的时候是皈依一切具足断证功德的佛。如果皈依他的话，就是皈依一切。比方说像皈依僧的话，也是这样，也不能。不管是住于任何地方，只要是僧人的话，就把它视为是这个僧宝而并非是自宗或他宗。以自宗和他宗这样区别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积累资粮了。所以我们如果要积累资粮的话，一定要圆满一切资粮去获得圆满佛果。否则的话，如果你没有圆满，只是去积累一部分的资粮的话，那很难。如果以这种他是噶举，他是格鲁，他是尼玛，以这样的区分方式区分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可能我们圆满这个资粮道呢？我们很难积累这个资粮。远离一切过患，具足一切圆满的这个佛陀的果位的这个因，它也应该是一个非常圆满的。如果是一个不圆满的这个因，很难获得这个圆满的这个果。因此呢，所以呢，如果对于噶举派，这个。如果不能修持这个本尊和瑜伽的这个修法的话，那就应该去修持这个上师瑜伽，因为上师瑜伽它是诸法的基础。总之呢，如果不能观修这个本尊的修法的话，那么一定要去观修上师瑜伽。那么当在观修上师瑜伽、修持上师瑜伽的话，上师瑜伽有简中易，各种版本。所以呢，在这个4座上师瑜伽，它是冈仓噶举的上师瑜伽之中最为殊胜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是上师瑜伽的修持方式，所以也是最具加持力的一个上师瑜伽修持法。像格鲁派它有6座上师瑜伽，跟这个一样，也就是我们噶举，也就是这个4座上师瑜伽非常重要。那么这个修持4座上师瑜伽的话，以我的想法，自己要将自己身体观想为这个金刚亥母的这个身相，那么就应该就必须要获得这个金刚亥母的灌顶。但是这个金刚亥母呢，在这个无比冈布巴大师他对这个都松谦巴传授了这个升起次第，升起次第赐予这个金刚亥母的修持，然后圆满次第它是这个风脉的这个修法。所以呢，对于这个伽玛冈桑的这个主要的修持方式就是这两种。因此呢，对于这个如果能获得金刚亥母的这个灌顶的话，那么非常殊胜。但是这个金刚亥母的这个灌顶它是非常严密的，并不是说是随时随刻就像大众灌顶一样就可以传授。需要自己如果想要去护持自己的这个教派传承的话，有这样的虔诚的热忱之心的话，那么就应该在一个具德的上师近前，然后全力猛力的去祈请，真心至诚的去祈请。否则或者是在自己获得这个，如果有获得其他本尊的灌顶的话，就让自己观想为这个本尊，然后在头顶观想自己的上师。那么这个上师呢，有时候这个上师他的
在四座上师瑜伽之中讲的这个四座上师，上师他是这个要观想为密觉多阶，但是这个密觉多阶是怎样的一个身相，我们只能大概的去思维，因为我们没有密觉多阶的这个照片，也没有密觉多阶的这个影片，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很难就这样很清楚的观想，就想着这个他的身相是密觉多阶，但是他的本性是诸佛菩萨的总集。我有这样一个想法，也就是说，我等导师无比大恩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和自己的根本上师观想为无二无别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现今，我们来到这里，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恩德，我们可以闻佛法，我们可以就入圣教，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修持佛法，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恩德。那么所以我们根本不应该忘记释迦牟尼佛。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藏人有一些奇怪，因为像我总是把这个上师看为非常重要，当然上师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继承护持上师的这个教法还是有一些过失和过患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比方在这个讲修的这个寺院，讲修的佛学院的话，它是一个佛教的这个讲修的一个地方。那么对于这个讲修的这个地方的它的所依呢，它就必须应该有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但是有时候我们把上师看得非常的重要，然后就把上师放一个很大的上师的像放在中间，然后有时候没有释迦牟尼佛的像，有时候把释迦牟尼佛像放在旁边或者周围，就觉得有些不妥了。对于自己的这个僧舍佛堂的话，就把这个上师放中间也好，把释迦牟尼佛放中间，把佛放在中间也好，看自己的信心。但是对于一个讲修的一个地方，讲修的一个寺院，一个佛学院，就要依靠这个总体的佛教而言，应该契合佛教总体的佛教的形式而放置佛像，而并非是仅是像这个自己僧舍的这个佛堂的摆设。因此呢，对于自己的这个根本上师和释迦牟尼佛无二无别的去观修。那么像噶举派的话，印度的帝卢巴和那罗巴，还有马尔巴、米拉日巴的冈波巴大师，总之是噶举派的传承祖师们，四大八小的噶举派的传承祖师们，特别是像冈仓噶玛噶举的这个杜松千巴所传承下来的这个传承祖师一样，全都无二无别的去观想，在自己的头顶上所观想的这个上师，并非是只是一个像一个人一样黑乎乎的在那里，并不是这样。要将它观想为它是一个诸佛菩萨的功德总集，诸佛菩萨的所有的加持的总集，要将它观想为像是这样的，这是非常重要。否则的话，并不是只是一个人在那里黑乎乎的观想在那里的话，说加持大，也不好，说加持小也不妥，所以怪怪的。总之，如果这样将它观想为诸佛菩萨总集的话，就能更容易获得功德，更容易积累资粮，更容易断除罪障。因此呢，总之。我主要要讲的就是晚上10点钟念诵这个四座上师瑜伽的时候，希望大家一起念诵，这是我敦请大家的。今天就讲的这么多。